来看个春5天哦，就是520总统、副总统的就职典礼。伫总统府的头前哦，有一只拿色4层楼悬的马，是抓风车剧团的后马。这出戏哦，就是讲无共族群互相理解、甲和平的意义。到时阵哦，会有200演员伫总统就职典礼来演出。后礼拜一就是5月2日总统就职典礼，即卖当看到总统府头前的舞台已经搭起来，表演团体的大型道具嘛来到现场，像这只4层楼悬的马，是抓风车剧团的经典亲子音乐剧的主角舞马，身躯顶有代表客家花布的花草，会点头鼻啊，佮会喷烟，是不止啊心色。这次我们的主题是和平幸福坚韧台湾哦。那于马当时候创作的时候，当时就希望带给所有台湾的孩子，甚至于是全世界的孩子，温柔以及坚强，以及这样子勇敢的一个力量。到时唔但有大只的舞马，也佮有2只热情活泼的小只舞马，甚至也有其他演出的民众拜三特别来到总统府附近，和舞马拍招呼，做伙翕相。我们没有那个招待建设，我今天提早来看一下，它这里是布置的怎么样？做风车剧团表示，舞马这出亲子音乐剧，伫原底剧本是在讲无共族群之间互相了解，其实也有代表和平的意义。这届为着就职典礼，爱浓缩做8分钟的表演，改做唱歌的方式，有200位演员，包括大人囡仔，会做伙唱客家歌曲，甲现场的观众互动。我们运用3首客家歌，包括可爱客家话、梦想发蹦以及亲爱的母亲来做串联。当然，客家传统的那个布马阵啊，或者是方口诗也会来到现场，甚至于纸风车，我们很多的动物演员都会一起加入跟观众的一起的互动。做风车剧团表示，因的演出希望以无共同步的印象来传达族群和平的愿望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